早晨啊，各位！今朝一早咧嚟到太古城，其實對紅旗嚟講咧，今日咧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，因為咧紅旗香港體驗中心今日正式開幕，而家過去。而今日嘅主角，紅旗首款油軚版旗艦豪華純電 SUV， 堪稱東方美學嘅專享宮殿紅旗 EHS9。紅旗 EHS9 咧屬於一部大型 SUV， 車身尺碼長5209mm， 闊2010mm， 高1713mm， 軸距達到3110mm， 性能表現採用智能電動雙電機，最大馬力咧係362 kW， 大約就485匹，扭力高達606 Nm， 0至100加速只係需要5.5秒嘅啫。續航能力方面，採用寧德時代120 kWh 嘅電池。WLTP 續航能力達到548公里嘅。當你審視呢一部紅旗 EHS9 嘅時候咧，佢嘅設計係會令你感受到一種源自東方嘅力量感。佢並唔係一種好激進、好運動型嘅 SUV， 反而佢係一種有如旗艦級嘅莊重、穩重嘅氣場。坐到入嚟車廂入邊咧，沉實而穩重嘅氣派咧，就進一步放大啦，亦都係彰顯佢嘅豪華同埋呢個高級感嘅。仲有呢一個咧15.6寸嘅雙連屏啦，加埋呢個 Bose 音響喇叭、全景天窗同埋呢個主動式空氣懸掛。呢部紅旗 EHS9 咧就係6座版本嚟嘅，佢個科技感同埋豪華感就並存噶啦。佢並唔係要你去追趕時間，而係可以令到你有車廂嘅片刻寧靜，同埋享受屬於你嘅行政級座駕禮遇啊。EHS9 咧個外形咧就好似件精緻藝術品咁樣，佢擁有住呢個氣場、威嚴同埋力量感。太古城呢一間體驗中心呢，佢正係為咗呢種鑑賞而設嘅。如果你都對呢種東方豪華有興趣嘅話呢，我都建議你嚟到呢度，放低你嘅忙碌，用你嘅眼耳口鼻去真正感受一下呢一種源自東方嘅氣場。紅旗 EHS9 香港售價意向價呢就係998800，如果有興趣感受呢種東方力量呢，嚟呢度睇下啦。